部消防署伫南投德山的消防训练中心举办车祸救援的挑战赛，政府甲民间的消防团体互相交流，提升救灾的能力。台湾车祸意外造成的人员伤亡，一年平均差不多40万人，所以讲救灾人员伫车祸方面的训练更加要紧。内政部消防署伫德山镇举办车祸救援挑战的比赛，互消防人员有更加侪实务操作的经验。今年1到5月，总共有15万件的交通事故，那平均每个月会有1245人死亡。比赛中每一个队伍拢有不同款的状况，并且要伫20分钟内救出一个受伤的人。其实是可以让国内一些对车祸救助有兴趣的消防人员、抢救人员，可以互相增进这个技术的交流，我是觉得不错。来自全台各地消防单位有10个队伍，加4个民间义消团队，透过比赛进行经验的交流。我是李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